来看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宣布要甲执政党，也就是自由党党主席的职务辞掉，结束伊要10年的政治路。而且伊讲，伊会留任一直到自由党选出新的党主席。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准备要发表谈话，才行出大门，一阵风吹来，放伫台顶的演讲稿也甲规涂骹。杜鲁道今年53岁，伫记者会有重大的宣布。I intend to resign as party leader, as prime minister, after the party selects its next leader through a robust, nationwide, competitive process. This country deserves a real choice in the next election, and it has become clear to me that if I'm having to fight internal battles, I cannot be the best option. 英国 BBC 报道，杜鲁道伫演讲讲，伊不为中产阶级所做的努力，包括低收入公民减税，通过全国脱离计划，将部分的加拿大人日托费用降到平均一工10加币，差不多大票228块，也对推萨加加拿大原住民社区的和解感到骄傲。也个永续经营水资源，甲为气候变迁政策所做的努力。不过伊无讲到，可能互大家拢记条条的，就是2018年和俄罗大麻合法，因为遗憾的代志，伊承认讲伊无做到选举改革的承诺，就是改变伊得票数上最候选人胜选的简单度数字。I am a fighter, and I am not someone who backs away from a fight, particularly when a fight is as important as this one is. But I have always been driven by my love for Canada. 差不多2年前开始，民众对高物价加厝无够大感到不满，杜鲁道的支持度就开始下滑。民调也显示，自由党伫咧10届选举输予保守党，逼退的声音就愈来愈大。去年12届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慧兰，因为政治意见无同，辞掉财长的职务。其实幕僚认为，行到今仔日这步是无法度避免的。杜鲁道2008年当选国会议员，2013年正做自由党党魁，2015年做总理。伊捌带领自由党行做上黑暗的时期，也因为政治世家的身份，人搁生做缘投，伫国际政坛领导人内面正受注意。公司新闻黄云玲编写。